家里的门锁密码怎么还没换？要经常更换才安全。你和玉玉这2天好吗？真的是让你们受苦了。在我确保你们安全之前，我还要做最后一件事，你得帮我。你得帮我找到夏旭还有袁和清。他们在背写搜密码的时候，在里边设计了一个防御程式，一旦 AI 的阈值被调到最高的时候，这个防御程式就会自动启动，不仅造成他们会大幅的下降电量，而且很可能会自我毁灭。现在001和002全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危机。那你先告诉我，这个002，你是用谁的资金，是以谁的名义替谁做的？这不重要。袁和晴他们知道你的投资者和幕后单位是谁吗？徐姨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知道，是国外的军事单位用了什么手段来要挟你，你不得不在隐藏2年之后出来，让我帮你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韩光，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秘密会一直被保守下去的。你满脑子全是科学，没有家乡，没有咱们这个家。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却告诉我你拿了国外的资金，去研究什么001、002，现在又让我帮你。帮你去救这个毁了咱们国家、毁了咱们家的一个无有生命体的机器人。它有生命，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机器人，它一样和我们一样有理想、有情感。我这辈子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机器人，是我的梦想。那你就宁可牺牲国家、牺牲我和玉玉吗？你太自私了。